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午到桂林高铁特定区的沙仑热能科学城来参访，经济部官员对了详细介绍政府投入的各项建设，要规划施工的进度，表示中央一定会甲地方合作，先力推动平台管委会来整合建设甲招商。苏院长甲陪同回到高雄台南的行政院秘书长李孟彦拢强调，沙仑虽然过去拢是杂草，不过对2016年开始到现在，智慧热能科学城的具体发展，形容慢行不一定慢到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从当初的草比人高，到今天各部会，甚至于中央研究院的南部院区，在这里非常具体的看到温温就要完成，同时连我们的到台南的会展中心等等也都起来，而不只是只有建物起来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我们国家的绿能，就从这里可以看出各方面都有非常具体的实现，并且总统的大南方政见整个在这里建设，可以看到效率跟成果。大家都一直在想，怎么样让台南的高铁特定区能够发展起来。好，那但是一定有点讲慢行不一定慢到。好，也许因为这样的机会，反而让高铁特定区保留了这么一大片很完整的产业用地、产业专区。好，而且不用环评，不用整地，不用报编。马上可以有建设，所以当时，这个小英总统，政见就是在这个地方设绿能科学城，那很快的各单位计划核定以后，包括科技部、经济部计划核定以后，马上就可以这个来发包建设哈。市长吴伟霆会中表示，每一摆苏院长来台南拢早来好消息，目前一定要甲生态合作，开辟健康医疗照护产业园区。强调沙仑绝对不是南科的附属园区。这个地方不是只是成为南科的这个旁边的卫星园区，它不是，它是另外一个从绿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研究点。所以从中研院、从工研院、从科技部、从经济部，还有从成大、从台南市政府，我们一起中央跟地方携手，让这个沙仑绿能科技城能够再升级为2.0。会中院长一家人嘛参观太阳光电的设施，都是看会当将电省落来，达到深度节能，会当欠电的透天厝电视，用量减少以后，拢无消耗能源和舒适的智慧家庭。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